啟德體育園投入服務超過1年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，園內嘅主場館已經躋身全球大型場館票務銷量嘅第3位，以及總收入嘅第5位。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，話啟德體育園自去年3月正式啟用以嚟，園區3大主要場館喺去年3月至今年4月期間，合共舉辦體育活動超過350日，累計參與人次超過97萬，榮獲《時代》雜誌評選為2026年全球最佳勝地之一，係名單中唯一入選嘅香港景點。當中主場館承辦咗2屆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、3場亞洲杯外圍賽及全運會7人制欖球比賽等，吸引超過58萬人次參與，成功喺啟用僅9個月內躋身全球大型場館票務銷量第3位及總收入第5位。另外，啟德體藝館舉辦咗世界桌球大獎賽、世界女排聯賽及全球頂級電競賽事等，參與人數超過26萬。青年運動場就舉辦咗138日賽事，累計吸引超過12萬人次。被問到業界話租用體育園場館時涉及清潔、保安同埋技術支援等大量附加服務收費，導致總收費偏高，羅淑佩就回應話：政府以設計、興建及營運形式推展啟德體育園項目，目的係令啟德體育園以市場化、自負盈虧模式經營，因此定位同埋營運模式唔能夠亦都唔應該同其他政府場地比較。另外，政府同營運方已成立聯合檢視委員會，每季度舉行會議，轄下監察小組委員會就每個月開會，檢視體育園嘅營運成效同埋合約履行表現。鳳凰衛視記者侯俊傑報導。